係你好，三極世界啊！喂，大家好啊吓！嗱，呢條片出街呢係11月14號，係第二條片嘅三極世界啊吓！嗱，其實呢，我上一節呢已經係想講呢高市早苗嘅。嗱，高市早苗呢，佢講話台灣有事嘅話呢，係可能使日本呢進入生存嘅危機事態。係屆時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咁當然啦，即係代表緊佢要出兵干預咧，大陸去武統台灣呢一樣嘢。嗱，佢咁樣講咧，當然係好大件事啦。咁啊講咗幾日噶啦，但係最大嘅問題係佢而家唔收回相關嘅說話，佢就話呢個係代表緊而家日本政府嘅立場。嗱，呢樣嘢呢，就成件事就嚴重化咗好多嘅，一陣間會講點解佢嚴重啦嚇。其實呢，而家呢個世界上邊呢，日本呢就變成咗呢係明確對中國擺咗一種敵視嘅態度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啊，除咗日本之外呢，仲有另一個國家係好明確嘅，係中國嘅敵人啊。反而美國呢，係中國敵人嚟嘅，我認為嚇，但係咧特朗普就死口就話我哋係中國嘅朋友。嗱，即係友同埋敵呢，有兩個比較明確啲，一陣間我想講下。好，咁我哋入正題以先，都想請大家訂閱啦，何志剛有仇必記頻道啦，分享啦、留言啦、讚好啦，同埋咁啷啷嘅。請你哋呢，每一日嘅12點鐘夜晚時候呢，睇下有咩片出嚇。嗱，咁咧較早之前呢，就中國嗰邊呢，就搞咗一個呢，叫做哇幾複雜喎，叫做土基熔鹽堆啊。嗱，金字隔離一個土呢，讀翻個土啊，同泥土個土係同音嘅啊。土基熔鹽堆呢，土係一個呢。有放射性嘅元素，但係放射性唔強嘅。咁呢係而家中國呢係突破咗第4代嘅核電，就用土呢樣嘢。土基熔鹽係乜呢？咁就係而家理解嚟講呢，咁你要係做用核分裂去發電嘅話，即係有一啲嘅核原料棒係有元素嘅，咁我有元素就會有核分裂啦咁樣。咁但係通常呢，就會用咧大量嘅水啊，去譬如話要係即係嗰啲嘅重水呢，就有一啲好複雜嘅技術呢，走去搞呢發電，咁呢，就產生咗好多核污水。咁2011年呢，日本呢嘅核事故啦嚇，咁日本用咗一啲好落後嘅核能，咁60幾年起嘅，咁你60幾年起嘅話，喂，你用到2011年咁樣，用咗呢接近係50年40幾年，咁當然係有殘有舊，不知所謂啦。咁但係呢，呢個世界係好奇怪嘅，咁呢就有好多呢白痴低 B。就話因為日本核事故就聯想起1986年嘅蘇聯時代喺烏克蘭嘅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嘅大爆炸，咁所以呢，就話所有核電都係垃圾咁樣。嗱，呢啲呢都係好低水準嘅環保分子嗰啲説辭。嗱，呢樣嘢呢，我覺得呢美國人呢特登養大呢啲環保分子呢，去壓制其他國家發展核電，而美國自己呢，基本上呢，佢冇呢拆除核電廠呢味嘢嘅嚇。咁講翻呢樣嘅事實先啦嚇。所以美國呢，而家全世界呢，生產核電係最多嘅國家嚟嘅。即係中國呢，就係可能就比較未追得切，未有好似美國咁多核電廠咁樣。但中國呢，就會急起直追，但中國呢，生產核電嘅時候呢，而家用到第4代核電嘅話呢，係唔需要水
去搞核電。嗱，因為咧有啲叫做咧土基熔鹽堆啊，即係土同埋一堆一堆化學物質啦，係液態嘅。用呢啲嘅土基熔鹽咧，就愛嚟代替咗水。咁即係話咧，呢一種嘅第四代核電咧，將會咧可以咧唔需要用水，都可以係幫助一啲嘅鈾元素去產生電力。嗱，呢樣嘢咧係代表緊咧核電進入咗一個新嘅時代啦。即係話咧，你用呢個嘅土基熔鹽堆咧，去包住啲鈾元素去啲核原料去發電嘅時候，唔需要用水。咁即係話咧，喺中國內陸嗰啲沙漠地方，嗱，而家係中國喺甘肅度去試驗呢樣嘢，都可以發到電。嗱，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因為咧而家呢個世界咧，如果要行 AI 嘅話咧，要用好多電。咁咧要用好多電嘅時候咧，而家美國咧話搞 AI， 事實上咧佢係冇規劃足夠嘅電力設施撐起個國家嘅，因為美國係咁搞去工業化啊嘛。即係話而家你去睇美元實質嘅台面叫嘅價值咧，其實就一大紮咧浮沙嚟嘅。如果你話將呢個世界嘅真正嘅價值去掛鈎佢嗰個嘅發電量呢，就中國而家嗰個發電量呢，就係超過美國1倍以上。即係話呢，中國嗰個嘅真正嘅 GDP 實質嘅 GDP 大過美國起碼1倍以上。嗱，點解中國發咁多電咁好呢？咁因為中國呢係一個工業大國之餘呢，係好積極地要發展工業嘅話呢，知道呢係需要好多電力嘅。所以呢，而家啦，中國用佢一個嘅能源嘅優勢無論係環保嘅電源啦即係嗰啲嘅水電風能嗰類嘢啦，跟住水電就真係用好多水電站啦利用嗰個山嘅高低咁樣做咗好多水電站咁嗰類嘢。環保嗰啲電源啦，跟住而家核電啦，係第四代核電啦，跟住仲有嘅就係嗰啲嘅最先進嘅火電廠啦，嗰啲火電廠嘅碳排放係好少嘅，而家話知道，但我識唔晒啦即係我唔係嗰啲電力專家。嗱，中國係各方各面呢都產生好多嘅電能支撐佢嘅工業系統，亦都係預備去發展呢 AI。但美國可能講完好多嘢之後，喂，其實到真係去將個 AI 要玩實踐，咁你都要用好多電嘅時候呢，係美國唔夠電玩嘅。嗱，所以呢，中國呢係好多時去做嘢呢，係有一個好遠期嘅規劃。喂，你睇得到？喂，你如果靠太陽能，咁成個新疆就真係有好多嘅沙漠可以起好多太陽能板啦咁樣。但係問題呢，風能同太陽能呢，始終就有佢唔穩定性。如果你話用第四代核電托起呢啲嘅環保嘅能源啦，新能源，咁就會有一個好穩定嘅電嘅環境搞 AI。嗱，所以咧其實長遠嚟講，喺 AI 競賽，中國仍然係會贏嘅。嗱，所以咧美國可以話覺得中國係好大威脅，但係問題係美國喺今年2025年特朗普上台4月嘅時候出去個關稅牌，其實主要係針對中國啦，但中國就出無敵稀土牌斬你。咁但係你特朗普就一句講晒，唔夠抽，唯有暫時認輸，甚至就係話要交人。咁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嗰啲乜鬼嘢話，嗰個 KK 園個佘志剛肯定係美諜嚟噶啦，嗰個太子集團嗰個陳志肯定係美國嗰啲走狗嚟噶啦。但係喺美國嚟講，就佢哋搞嗰啲電詐嗰啲全部瓦解晒啦，交晒人啦。香港 JPEX 案啦，即係可大站美狗陳怡
乜交叉嘢，林作呢啲肯定美國間諜嚟㗎啦，呢啲撲街，但係全部俾美國佬交晒出嚟。嗱，即係美國佬嗰個跪低，即係特朗普呢個跪低，心不甘情不願。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呢，高市早苗呢，就真係好似就話，哎呀，認咗特朗普，即係佢個樣就做到好似特朗普嘅妾侍啦。事實上應該講就係佢係特朗普個女嚟嘅。阿父王有咁唔又見到大陸敢怒不敢言，而家我作為臣兒，即係我係日本就認美國佬做老豆噶嘛。我為父王盡點綿力挑釁你大陸咁樣。嗱，特朗普呢，台面呢係話真係講啲嘢呢好鬼矛盾，因為特朗普就有一啲嘅訪問特朗普啊嘛，話高市早苗咁樣挑機大陸喎，咁點算啊咁樣？特朗普呢個應對就係話，有好多朋友都唔係我嘅朋友，即係話美國有好多盟友，實質唔係我嘅朋友。嗱，好似佢嘅表達就係話，高市早苗自己發花天挑釁大陸啫嘛，關我美國佬咩事啊？我冇話高市早苗係我朋友啊，佢撩大陸打交咪佢自己撲街咪去死咯，大陸就揼死佢咯咁樣。嗱，但係雖然咧特朗普嗰個回應咧冇開名講高市早苗，但咁樣講咧就好似切割咗咁嘅。但另一邊咧，特朗普咧呢個人咧就好鬼反口覆舌啦。因為我今日睇新聞咧，11月14號啦，頭先睇6點半新聞啦，就其實特朗普咧喺今屆任內咧係第一次咧對台軍售。嗱，呢個係好唔尋常嘅，因為咧高市早苗講嗰樣嘢係關於台灣噶嘛，即係一句講晒啦，就係佢認為台灣係日本勢力範圍，台灣俾大陸收翻嘅話，係令到日本有生存危機事態。嗱，其實咧無論係以前嘅甲午戰爭，日本同中國開戰，咁佢其實都係話有生存危機咁Q up 啫，又無端端又去挑釁日俄戰爭，就1905年啦跟住到1931年入侵東三省，佢都話日本有生存危機。講多兩講又日本就話喂，我要打呢個珍珠港，又話有生存危機。日本講親話佢有生存危機，佢就係要去侵略其他國家，搞軍事擴張。而喺個過程嘅裏邊呢，佢係玩軍事豪賭。嗱，而家高市早苗呢，承繼咗日本人嗰種賭性，即係嗰個對，即係可以話係個賭癮啊！就係佢而家就係我挑釁你中國，我搏下你美國撐唔撐我？特朗普表面唔撐，但係佢用行動賣軍火俾賴清德，即係明撐。嗱，用行為去撐，唔係用把口去撐。嗱，呢單嘢呢，我覺得好惡劣嘅。特朗普同中國之間就係有1年之約，話喂，呢1年嘅裏邊，中國唔出稀土牌，你美國做 N 咁多嘢，本來就應該呢1年天下太平。但高市早苗呢，就係蓄意去試你中國底線。喂，你有咁 Q 多武器，你夠膽用咩？我就係知道你未準備好，係嘛？你有好多資產，但係而家我係口頭上挑釁你啊！冇嘅，特朗普口頭上話我唔係朋友，但係冇開個名話我真係唔係佢朋友。但係而家你賣軍火俾賴清德，咁即係實質撐我啦。高市早苗認為
嗱，其實特朗普呢種兩面手法有好欺詐性，而其實特朗普佢根本就係好仇視中國嘅。佢台面話：哎呀，習近平同我好 friend，事實上好仇視，因為其實喺佢任內，佢四月搞關稅牌焦咗之後，佢6月就即刻去炸呢一個嘅伊朗。雖然一開初炸伊朗嗰個係內塔尼亞胡，但係嗰場戰爭好明顯就係美國嘗試炸散你伊朗啊嘛。炸散你伊朗咁基本上係咩意思啫？就要令到你中國你搞一帶一路啊嘛。你伊朗啊，如果係炸散咗，變成咗呢一個親美國家，或者係裏邊顏色革命成功，推翻咗伊斯蘭政權嚇，整咗一個親美政權。其實伊朗裏邊都有好多親美人士啦，係咪啊？如果你伊朗散咗嘅，咁你中國一帶一路就斷纜啦，係咪啊？不過呢，而家伊朗呢基本上未散咁解嘅啫。但係你其實特朗普佢係做好多嘢，佢都係想搞死你大陸嘅。譬如話，佢明明係政府停擺，都成日經常去要威脅委內瑞拉，又話要抽佢，又話要打佢。咁而家未打啦。但其實委內瑞拉嗰啲石油呢，其實都係會牽涉就係話，喂，你中國係需要搞工業化，需要好多能源嘅話，喂，你委內瑞拉始終都係一個中國一個後備石油嘅一個嘅供應商嚟噶嘛。喂，如果俾你美國攞咗，咁咪中國嘅油源就有一堆俾你美國揸咗去啊。嗱，其實呢啲呢，後邊特朗普行嘅棋都係針對中國嘅，係唔對路噶。嗱，其實對於中國嚟講，你日本嗰邊點收科呢？我覺得日本佢既然話到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而係要武力介入中國嘅統一戰爭，而係中國基本上內戰理論上係未完噶嘛，係咪啊？國民黨同中國同中國共產黨係冇簽署任何停戰協議噶，即係內戰嘅狀態未完噶。你日本要介入中國內戰，咁而家大陸嗰邊講到明噶啦。嗱，呢個呢，我早2日我冇機會講，琴日見到嘅外交部正告日本膽敢武力介入台海，將構成侵略，中方必迎頭痛擊。咁即係迎頭痛擊也者呢，即係話你軍事介入，我就軍事抵擋，直接同你對壘，而且亦都定性咗你日本軍事介入中國嘅統一戰爭或者中國嘅內戰，等於侵略台灣或者侵略中國。如果你日本人咁做嘅話呢，中國一定以武力回應。嗱，其實呢個呢點代表緊呢？中日建交嗰個嘅基礎係冇咗啊！你日本原本係同中日建交係講中日之間就係你承認呢一個中國，台灣係屬於中國嘅咁樣。你日本呢唔會有對台灣有任何野心咁樣，但係而家你話要介入唔俾中國統一啊嘛，咁即係你侵略啦。咁即係話中國係有理由同你日本斷交嘅，就算唔斷交，呢件事可能係會拉扯一段時間，但係中國呢個警告之後，你高市早苗都仍然話冇話放棄佢嗰段說話啊嘛，咁中國就可以咧實施制裁噶啦。你嗰個全面禁制美國嘅稀土，咁而家呢，就因為特朗普嘅退後冇做啊嘛。其實大陸係可以對日本全面去經濟制裁嘅，就將所有稀土唔賣俾你日本，咪等你日本所有嘢癱瘓啦。咁當然啦，
啲稀鋪可以兜圈去第二度買翻嚟。但係如果任何人中國話禁止稀土唔賣俾日本，而有人係偷偷地供應佢，中國一定有方法查到。查到嘅話呢，嗰個企業就一定有事。就中國就將佢又係連坐式，完全話你提供稀土俾日本啊嘛，咪全部禁止咯。嗱，我相信第一個階段呢，稀土牌呢支無敵招數呢，就會招呼你日本嘅。嗱，其實高市早苗我真係唔知佢點解要做炮灰啊！呢個我唔明。第二樣嘢啦，我講埋少少就算啦。嗱，其實中國呢，除咗日本真係明牌敵對中國之外呢，另一個明牌敵對中國國家呢，其實就係而家現有嘅敘利亞嘅。嗱，敘利亞而家嗰個總統叫朱拉尼啦，咁佢另一個名叫沙拉啦，正式名。其實沙拉呢，喺國內呢，其實就一直都係包庇一堆呢疆獨分子呢，喺敘利亞度呢，係做佢嗰個政府官員嘅，即係話呢，朱拉尼下邊嘅軍隊係有一啲疆獨分子，呢啲疆獨分子呢，喺中國境內係做過一啲罪行嘅。咁當然啦，咁啊走咗咪俾中國通緝啦，咁啊班仆街。咁而家你朱拉尼話你政府有啲將軍將領係呢啲疆獨分子，雖然喺大陸嘅角度嚟講呢，之前有一段嘅日子裏面呢，大陸呢就係話聯合國想解除對敘利亞嘅制裁呢，中國係投反對票。到比較近啲嘅時候，11月6號呢就投棄權票。但整體上呢，中國呢係當你敘利亞係敵人。嗱，而家呢，特朗普呢就走去呢接見呢朱拉尼較早之前。咁啊，朱拉尼呢一個恐怖分子嚟嘅，所以呢，特朗普就唔喺正門地去接朱拉尼，就要係朱拉尼走側門。但某個程度上呢，呢個都係代表緊特朗普去表達佢係中國嘅敵人，而家就同中國嘅敵人勾三搭四，圖謀嘅就係因為你朱拉尼包庇疆獨啊嘛，你美國根本就係恐怖分子嘅大國啦，你話叫朱拉尼幫你打伊斯蘭國，朱拉尼自己就恐怖分子。嗱，其實冇嘅，而家國際局勢上面，美國係暗裏支持呢中國兩個敵國，一個係敘利亞，一個係日本。嗱，其實中國呢點樣行啲棋呢？唔知，其實冇㗎。你稀土牌而家仲係好有效㗎。喺1年之內無端端中國話喂，我想武統台灣咁樣，失驚無神就嚟㗎啦。你日本係咪夾個龜頭出嚟？夾個龜頭出嚟咪好似大阪中國駐大阪個領事講啦，話實個龜頭出嚟咪斬咯。嗱，其實呢，武統台灣真係睇阿爺一念之間嘅咋嚇，即係究竟係咪喂佢個袋裏邊啲美金究竟安排成點？我唔知啦，係咪啊？嗱，所以呢，我哋拭目以待啦，即係呢啲日本呢啲挑釁呢，或者係特朗普話去係賣武器俾台灣。嗱，其實好多呢啲嘢呢，都可以突然間呢演變為台海嘅衝突嘅。我哋睇下將來嘅發展啦嚇。